我听说你出车祸了。啊，没什么大碍了。不得不感叹现代医疗技术就是好啊。这要是搁古代，肯定就没救了。那你还记得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吗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只记得有一束特别强烈的白光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还记得七夕节的时候你在城中放烟花5环以内不准燃放烟花爆竹。我不是说现在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你吃心急到龙骨啊？第一，我是被车撞了，没有你说的什么心急。第二，编剧老师，你要是偷东西了，我希望你尽快去警察局自首。不是韩说。韩硕，哦，楚楚，陈芊芊，橙子同学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在跟我对剧本吗？会不会入戏太深了呀？打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楚楚，陈芊芊，橙子同学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在跟我对剧本吗？会不会入戏太深了呀？橙子，我交稿那本没有橙，他就是韩说。香蕉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离我远点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别过来！你不知道有多恐怖，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冲过来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什么苹果、香蕉、橙子，就我现在脑子里多了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，还都是你。你能明白吗？我现在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所以你最好还是别过来跟我碰瓷啊！太虎了。虎吗？虎。橙子。我们的韩老师啊，简直是太敬业了。醒来的第一时间呢，去找编剧聊剧本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我们这部新剧。等发消息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夸赞，不要忘记我们韩大影帝的这种敬业的职业精神。哎，来，哎，请。别急啊！两位老师简直是太敬业了，这是深入探讨剧情啊！好了，别拍了，哎，大家别拍了啊！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啊！